actually 未開始講啦，我想睇下依家咧，我哋在座有邊一個係患者，邊個係患者嘅家長，邊啲係純粹嚟上嚟聽嘅？有冇患者喺度㗎？有冇人有脊柱側彎㗎？我都有啲嘅，喺我哋度睇緊嘅，係咪？有咁就有啲邊間係患者嘅家長啊？哦，都好多喎。有邊啲係完全冇任何脊柱側彎，純粹係想聽下㗎咋？哦，都有部分喎。OK，good，好。咁咧就我想直接咧就接住阿佘教授嘅講座啦。咁咧就講下咧，第一咧就係嚟到，即係咧如果篩查咧，因為好多地方都冇嘅。咁但係我哋香港最好咧，就係因為有一個篩查咧，就喺未真係有好明顯嘅側彎，未見到咧喺病人嘅背脊後邊咧係歪咗嘅時候咧，我哋已經咧發現到佢有脊柱側彎咧，就可以轉介咗去大學醫院咧去俾醫生做一個臨床嘅檢查啦，同埋咧睇下咧需唔需要醫治嘅。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咧就可以直接咧就決定究竟個病人有啲咩原因患咗脊柱側彎啦。第一，第二咧就係咧需唔需要治療。嗱，有一部分嘅病人咧，的確咧佢嚟到嘅時候咧，可能個側彎唔係好嚴重，或者佢已經咧係好大個咧，其實係唔需要醫嘅。咁所以咧有一部分嘅病人咧，我哋咧純粹係觀察嘅。咁但係亦都有一部分嘅病人咧，我哋咧會直接開始咧一啲非手術性治療。咁所以我呢一 part 咧就會講下非手術性治療。咁跟住之後咧，其他教授咧就可能會講下其他嘅治療。嗱，其實所有脊柱側彎嘅醫生咧，或者係我哋嘅研究人員啊，我哋嘅治療師咧，都係希望咧個脊柱側彎，第一唔好再惡化，第二如果有機會嘅話咧，可以咧幫個脊柱側彎矯形。因為頭先阿佘教授都講到咧，其實脊柱側彎咧都影響咗我哋身體有好多唔同嘅部位啦，內觀啊、外觀啊，甚至乎係即係身心嘅健康啊咁。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個咧係所有脊柱側彎嘅目的。咁所以咧，我哋點樣去決定有啲病人要用一個非手術性，有一個非手術性咧？咁佘教授都講過有少少咧，就係我哋其實喺青少年突發性脊柱側彎。嗱，我而家講緊即係比較 specific。青少年突發性脊柱側彎嘅病人咧，我哋最主要咧，第一睇下佢惡化嘅機會率高唔高。惡化嘅機會率高唔高咧？其實依家都係視乎幾樣嘢。第一就係你一嚟到嘅時候，你本身個骨齡去到咩階段？咁佘教授講過唔同嘅方法，我哋可以睇一睇嘅病人嘅骨齡去到咩階段。越細個，即係青春期越未開始，越發育緊嘅病人咧，佢高或者惡化嘅機會率就越高。第二咧就係佢本身嚟到個弧度，如果你本身嚟到見醫生個弧度已經係十分之嚴重嘅話咧，可能非手術性治療基本上都幫唔到成件事咧，就一定可能有啲情況之下咧會直接咧會叫你做手術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就係醫生去決定第一個斷症係咪青少年突發性脊柱側彎，因為頭先阿佘教授都講過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第二咧就係如果係嘅話咧，會唔會惡化啦 ？OK。第三就係到乜嘢嘅嚴重程度？如果係十分之嚴重嘅話咧，基本上唔可以咧利用一個非手術性治療去決定嘅。嗱，其實咧市面上咧而家有好多唔同嘅支架嘅。我成日睇病啊，病人家長咧都好想知道究竟我要用邊個支架，可唔可以用啲舒服啲嘅支架啦？因為咧帶住即係如果大部分如果病人嚟到根德咧，我哋有一個傳統嘅支架咧，都覺得可能好辛苦啊，夏天好熱啦，尤其是依家30零40度咁樣，又未必有冷氣。但係咧喺咁多種唔同嘅支架裏邊，其實暫時如果真係以我哋臨床嘅檢查去斷定，即係1比1咁樣去做一啲實驗去決定嘅話咧，咁呢個喺好多差唔多10幾年前咧喺美國做咗呢個研究。咁知唔知邊一個有冇人知道邊一個 A、B、C、D、E 邊一個支架喺青少年突發性脊柱側彎咧，係喺嗰個臨床嘅測試裏邊 prove 到最有效果 ？A 有冇人舉手 ？B 有冇人舉手？哇，好犀利喎！C 有冇人舉手 ？OK，D 咧冇 ，E 咧都冇，其實都有一個 OK。嗱，其實可以話俾你聽咧，
全部用緊嘅支架咧都有少少科學嘅證據嘅。OK， 不過咧我哋科學嘅證據都係視乎咧我哋嘅程度同埋個度數。咁所以咧你一定我哋即係喺英文俗稱要做一個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即係咧兩種唔同嘅測試咧去大家一鬥一咁樣去比較咧，先知道咧究竟邊個最有科學證據。咁其實最有科學證據暫時都係 B 嘅。OK， 唔代表其他冇，不過最有科學證據暫時都係 B。OK， 咁所以咧我哋喺根德咧都係沿用呢一個 B 類型嘅支架，因為咧喺呢一個臨床嘅證據發現咧，其實如果你每日戴足18個鐘頭以上，90%嘅病人咧都係唔會惡化到佢要做手術嘅階段。OK， 但係就算你真係戴足嘅支架咧，都有部分嘅病人真係要做 OK， 真係要做手術，真係會惡化嘅。咁所以咧，點解就算戴足支架咧，都未必好有用？嗱，咁依家的確有啲新發展嘅。咁我頭先阿佘醫生都介紹咧，喺根德醫院咧，我哋有一個 EOS 3維嘅旋轉嘅 X 光咧，可以睇得到咧，喺一個低輻射嘅情況之下，即係照100張呢啲先等於照一張平常嘅 X 光，即係等於你搭一次飛機去日本咁樣啦。OK， 所以照100次咧，先等於傳統嘅 X 光嚟嘅。我哋見到咧，其實可以重建個脊柱側彎咧，唔係就咁 S、C 字形或者係側邊有問題，其實我哋重建到咧係一個旋轉嘅問題嚟嘅。但係我哋頭先所講傳統嘅 B 類型嘅支架咧，佢未必可以 address 到呢一個旋轉嘅支架嘅。咁所以咧，我頭先都講過最好咧就係做一個 RCT 啦。咁所以我喺根德醫院，我哋而家都做緊一個 RCT 咧，就係去 compare 呢啲比較新啲嘅可以控制到旋轉類型嘅支架，同傳統我哋 B 類型嘅支架咧，究竟如果佢一樣咁好咧，呢個支架都可能已經好啲㗎。因為咧啲小朋友已經同我哋講話咧，呢個支架舒服好多。OK， 如果佢再好啲嘅話咧，可能咧可以取替咗我哋以前沿用開嘅支架。呢個小朋友就係試緊我哋個臨床個測試啦，即係做緊個 clinical trial 啦。咁你見到咧用嘅物料啦，同埋咧需要覆蓋嘅地方咧係少好多啦，同埋基本上成個支架嘅原理都係有啲唔同嘅。咁喺1年裏邊，我哋發現咧，嗱而家未做完，因為起碼要做到佢化育完畢先知啦，係咪？但係喺 within 1年裏邊咧，佢係一定唔差過咧原有用嘅 B 類型支架嘅。咁亦都冇任何病人因為戴咗呢個支架咧要做多啲手術。咁所以咧呢個暫時都係一個好嘅現象嚟。亦都呢個 actually 我啱啱今個月咧喺呢個期刊雜誌，即係呢一啲我哋嘅研究嘅報告嘅雜誌裏邊咧，都睇得到咧，其實全世界嘅醫生都係諗緊呢啲嘢嘅。OK，compare with 原有嘅支架咧，即係呢一個 B 類型嘅支架咧，其他嘅支架咧可能真係咧有機會會再好啲添。咁所以呢一方面咧係不斷會有新嘅方向、新嘅發展嘅。我哋唔會永世都用翻原有嘅支架。咁陣間治療師會再講啲運動嘅治療方法啦。咁咧運動治療方法咧唔係普通嘅物理治療嚟嘅。普通嘅物理治療佢唔可以真係幫到脊柱側彎嘅，佢只係強化肌肉，which 所有嘅小朋友啊患者我哋都想去做嘅。我成日都叫啲小朋友游多啲水啊，唔好成日打機啊。阿媽最中意聽我講啲嘢，但係阿媽最唔中意聽我話俾你聽就係打機唔會影響脊柱側彎。OK， 成日耷低個頭啊，姿勢唔好孭書包係唔會影響脊柱側彎嘅。但係游多啲水，做多啲運動，強化多啲肌肉咧，的確係可以幫到咧成個人嘅。OK， 佢未必可以令到脊柱側彎直啲，但係咧依家咧有一啲我哋引入咗啦，根德亦都有做嘅。叫做斯羅特嘅訓練方法咧，去直接咧針對嗰個脊柱側彎咧，去做一啲旋轉性嘅運動啦、拉扯嘅運動咧，希望可以減輕脊柱側彎嘅惡化啦，甚至乎咧可以令到佢再好啲添。咁我哋亦都係做咗呢個臨床研究，亦都係一個 RCT 1對1咁樣啦，就係咧將啲病人咧分為2組，一啲咧就淨係戴傳統嘅 B 支架，一啲咧就係戴 B 支架，再加埋呢個斯羅特嘅運動。其實都發現咧，如果我哋去醫呢啲病人咧，我哋醫14個咧，就有1個咧唔會惡化噶啦。咁所以值唔值得做咧？家長要決定啦，因為小朋友都幾辛苦啊，每日要做9個字，每個禮拜要做5日或者以上嘅。OK， 咁亦都睇到咧，佢哋隨住戴呢個支架加做運動咧，醫29個小朋友有1個咧就可以減輕做手術嘅機會率。咁所以咧。
喺呢一啲即係 number 或者數字上面值唔值得做咧？我諗大家要思考下啦，即係可以做，個成功率同埋個效率視乎好多嘢。咁但係咧，的確係有呢啲唔同嘅數據。咁亦都有其他喺臨床嘅數據咧，發現得到咧，可能有機會減輕疼痛啦，幫到肺嘅功能啦，甚至乎咧係可以改善啦、矯正咧個姿態、個體態。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亦都我哋喺港大咧係好努力咁做多啲研究咧，希望可以帶多啲新嘅嘢俾大家。咁咧之後我哋 Q&A 先再講常見嘅問題。咁所以咧呢一度我留翻最後先講。咁所以基本上去 summarize 我哋非手術性治療咧，第一，如果冇乜大問題咧，我哋可以觀察；如果有開始我哋覺得嚴重咧，就會進行呢個非手術性嘅治療咧，就係支架加運動。OK， 咁多謝。好多謝關教授。